想逃離城市煩囂嚟肇慶啦！3日2夜高鐵直達，住5星酒店，去邊都方便到暈啊！第一日西九龍高鐵直達肇慶，落到地下呢就有旅遊巴接你，跟住去紫荊西提文創街行街睇文創，慢活節奏即刻翻晒嚟，重頭戲嚟啦！肇慶星湖龍舟競賽，人山人海，端午節熱鬧到不得了，入住5星酒店，去埋專 room。望住江景睇日落，去景點都超近。第2日酒店自助早餐食飽飽，出發5A 級7星岩風景區，睇千年摩崖石刻又溶洞，心奇指數急升，行到邊都係景，影相影到唔捨得走啊！下晝去包公前文化園，紅牆綠瓦，園林建築好清幽啊！夜晚仲去夜遊打卡7星岩牌坊廣場，睇音樂噴泉 show，燈光加水舞夜景超浪漫啊！Day 3去埋宋城牆披雲樓，企喺千年古城上，望住肇慶風景，有種穿越翻宋朝嘅感覺。最後每人送一對應節種帶翻屋企，輕輕鬆鬆3日2夜放空之旅圓滿結束。快啲 PM 我哋攞肇慶超正行程，留翻個靚位，跟住我食玩假期。食玩假期嘅行程係咪好吸引呢？快啲嚟報名啦！